食啦，你看记住啊吼，我来去用水互你啉。虎爸，虎爸，虎爸，你安怎？我被后头抓到掉，啥？即马身躯拢麻起啊。夹到了。是啊。我看卖。阿辉，你。这段。虎爸，虎爸。阿辉啊，我虎爸是安那啦？最近叫做抓家着了。快去找护士来！哎，你就免遐紧张啦，空嘴我已经处理好啊，毒火已经输出来，草药嘛给刮好啊，休困2工就无代志啊，吼。阿辉，多谢你哦。来，是讲吼，伊即马去学抓，夹着肩胛头，等伊醒了后，爱加提醒，手叫伊莫点动，袂好较慢哈。等下，我问你，你有看到肩胛头的赤字哦？有啊，啊是安怎？阿辉啊，多谢你救阮小妹啦。也喂，也毋过是啥？啊，毋着讲。好啦，你若要了解，我就甲你讲啦。阮族内底有一个传统，也未出嫁的查囡仔，若是叫查某人看到肩胛头的赤字，伊就爱嫁伊。也若无，要若无是安怎啦？你是汉人，无了解阮的族规，我无想你歹做人。辉弟，怪，只怪我虎爸命歹。地大啊，你话嘛讲清楚，互我知。我阵若无带虎爸，啊伊会是安怎啦？若无带，伊就爱变我狗掠山头，经过30-40个市场人，伊到阮祖灵的所在，为山顶跳落山骹，就决定性命，献做阮的祖灵。你是讲虎爸爱自杀咯？无唔对，阿辉，我知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要毋过你汉人是无可能甲阮通婚的，这是阮父辈命歹，无得怨叹别人。地大啊，这无你的代志啊，你会走啊？敢无其他办法会当解决的心？有，除非你娶虎爸。啥？也若无，阮兄妹只有死路一条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我阵若带虎爸，啊恁2个兄妹啊，就会当免死啊是？刚讲你已经答应啊？无啦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你讲吼，既然你无法度决定，我就先从虎爸开始，然后我再来去自杀。我地大，你听我讲，你听安尼啦，你放丢啦！辉弟咯，早晚都爱死，过去哦，我介意哦，即晚是死的啦。无啦，等下啦，你听我讲，你莫激动啦，你明白啦？有啦，好啦，我答应你啦。是啊，地大，婚姻哦是终身大事啦，我袂安尼清清彩彩就决定，我等下你知啊，甲阮阿母参详得了。阿辉啊，你都爱想清楚呢。你要带虎爸做某，安尼若传出去，咱会去互讲呢。啊，搁有吼。哇，你莫搁讲啊啦！我若无答应，不但虎爸会死，连爷阿兄地大头目嘛会无命啦。迄是因的族规啊，咱有咱的惯例啊，咱总袂用破例啊。你哦爱考虑清楚啦，唔通安尼乌白来。我若无答应吼，不但因的兄妹会无命啦，而且到时阵啊，引起因族人的不满，走来阿里说找咱的麻烦，迄是要安怎呢？啊，你这个囡仔吼，哪会去了解这款代志？阿母，我嘛是不得已的啊。我是想讲吼，咱是真无简单，才甲地大头目达成开垦的协议。我无希望因为我个人的关系来破坏和平啦。而且，我爸嘛是一个真乖的查某囡仔，阿母，我相信伊会友好你啦。对啦，就算讲伊会友好我啦，啊，乡人迄边要安怎哈？你敢唔知影讲乡人对你的感情？恁讲遮尔久吼，我嘛是听无啦。是安怎碰见遐侪钱，恁颠倒无要无紧，一领买挂尔，恁煞烦恼到安尼。我也是紧来找阮阿兄好啊。
你两位啊？你两位啊？你跟我行。阿兄，你爱跋筊，你上计是害着我尔。你偷摕人的物件，搁带官兵来遮，你还是害着别人，你知无？哎，你讲对唔对啊？哈，甘我害别人嘛，免我家己死啊！我无想要甲你讲话啦。你，人呢？哎，阿人哎，走真久啊？对，是。互你哦，我是谁？免摇啊啦，是我约你来，我当嘛知影你是谁。你这样真无意思呢，连价钱都袂晓哦。你这么久拢无来看我，不过了阵你和伊这好爸母袂来去啊？安怎？今日找我来有啥物代志？当然啦，人咧讲，每一个人拢爱成家立业。啊，我伫阿里山遐开垦，算起来嘛是算稳定啊啦。所以我咧想讲人讲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毋是啥物见笑的代志，有啥物好歹势？哦，啊你阵也无反对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我当然无反对啊，啊毋过这款代志爱是大人答应才用的。我阿爹对你的印象也无讲偌好啊，不要紧啦，我会替你讲好话，你免烦恼。唔是啦，兄弟，我唔是这意思，你误会啊啦，我是要讲。我知影你的意思啦，敢需要讲到这边？我要带虎爸公主啦。虎爸，你在讲啥？我要甲地大头毛的小妹虎爸公主成亲啦。你真正会将我爸母白白去？唔是啦，我有我的苦衷啦。你拢要做新郎啊？还讲什么苦衷？我阵也无要带伊哦，伊就违反着族规啦，伊会跳海自尽啦。恁这熟识无偌久，伊讲会要跳海自杀，你就答应？我熟识你比伊更较久，你也拢无考虑着我咧。听我讲，伊讲伊要跳海自杀，你就答应？那你讲我就袂晓。龙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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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卖讲啊！龙兰，你逃走！你死你！我要我保你，你给我放开啊！龙兰，我没在，我没在。龙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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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兰。阿兰讲我拜托你莫去，你莫去啦！可你小仔知影是我甲你讲，你甲阿辉去海边仔约会，伊一直甲我骂死的啦。你莫遐啰嗦啦，这我的代志啦。啊，毋过，阿玲，你若搁啰嗦哦，我就叫你倒去食家己。你去，你去啦！你给我放开！你放开，莫插我！你莫插我！行，你来这讲啦哈！对，我就是讲，就是因为我讲只爱做这个下场。你来这里人性啦！你对性命来这里无尊重，你若是你有想到你来点要安怎？我要安怎哦？你莫假啊！他做心内真正有我，你就别安尼对待我。我甲你讲，我要笑你看。我你一声后悔，一声无法度甲放袂记你。你想要安尼做咧？我甲你讲过，我有苦衷，才会带虎爸。阿辉要带虎爸，兄弟，我今仔日来甲你讲这，就是希望你会当谅解我。敢讲你要叫我做一个无负责任的查甫人是？你对虎爸负责任，那你我，你要安怎对我负责任？对你家己的感情负责任？你啥啦？哈？你看一个爱一个，你有啥物资格骂向咱啊？好啦，你无了解，我有我的苦衷伫的。
你有苦衷对唔对？这我唔管啦。就算讲你有天大理由，你嘛无应该，互一个爱你的查某人伤心啦。这都唔对。你若是一个查甫人，就不应该让香兰受了任何委屈。香兰小姐，你哪会就安尼啦？像这款的哦，看一个爱一个人，你为去死，是白白浪费你的性命。你敢唔知影？这个世界上，还有真侪代志在你流浪，还有真侪人在咧爱你，你知无？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免你。龙兰，你查什么就要甲害死啊？你有啥物权利去讲？你哦，赶紧去带你的父爸。水莲啊，粉摕来我。你创啥？我了。我听阿文阿讲，你甲翠莲受伤，伊自由啊，我过来看卖啊。你想做我骂我败家，我袂开钱对。无咯，大孙仔，你知我用对你安尼乱开钱，感觉足反感。啊，不过你即摆用到所在，我要哪会生气？我嘛无迄个理由骂你，我颠倒感觉足欢喜。对这件代志，就看得出来讲，你是还阁有救的。 你是咧做啥？分盘吼，我收起啊。提醒我。大孙仔，你袂用我吃啦，我袂用嫌你啦。我提醒我啦。袂用啊。叫你提我，你无听到哦。提醒我啦，提醒我。大孙仔，你已经袂像阮这人啊！你敢管我？提来，提来，提来！哎呀，大孙仔！我无想要安尼做，你莫逼我。 你莫逼我，孙仔，准做我求你好无？我求你莫搁安尼失志落去啊，好无？反正我已经烂啊，我烂落去也无要紧啊，你就当作我死啊。无，你无死，大孙仔，对出现这件代志就看得出，你的心也是我的，你还阁有求你，你还阁会用回头的，大孙仔。我回头阁安怎？ 你会倒来笑，你会阁加我笑，我就知影，以前带紧都配你袂起啊，即摆带紧算啥物？既然安尼，我是也都爱回头。我即摆安尼真快活啊，我他都爱清醒来受罪。大孙仔。 好啊好啊，莫搁讲啊，你会使出去啊！大孙仔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啦！出去啦！孙仔听你口劝我啦，姐，我想讲大孙仔也有救，哼，无请我你安排，嘛是无效。我班嘞。阿辉啊，啊你当时来干嘛来？今日拄到啦，哦。啊，恁姐有伫无？伫的是有伫的啦，啊，为什么心情无好，面老面臭，面伫咧房间的咧？啊，发生啥物代志？啊，这件代志吼，干嘛人所有的人拢知影，也唔惊你笑啦。阮社主甲人咧食鸦片啦。 安那甲苦劝都苦劝袂听啦！阮只要为着这个代志，你伤心啊？到底是讲对讲唔对？带社主甲人食鸦片，哪会变到安尼咧？讲起话头长啦，已经食掉啊！一天无鸦片哦，伊就挡袂掉啊！当害啊！好我一个人去念着鸦片哦，人拢去啊啦！就是安尼讲呢，阮只要就是为着这个代志，伫咧艰苦啊！哎呦，
啊，你要找咱姐啊？我来甲叫啦。免啦，无办啦。我看错去啦，我还小搞代志。等二明仔载较好的时阵吼，我才来啦。哦，无啦。你那食无简单，来感觉人一抓，安尼我来转去。那阮姐也知影吼，无留你遮见面，我拄仔有咩事，拜托的，莫伤害，只过一命，啊有啥物代志吼，明仔再咱讲啦，吼。师傅，你找我？哎，阿姐，我今仔陪通判去应酬一工啊，嘛开袂少面样，该安踏我拢安踏好势。明仔载要接受清源社的时阵，若有通判大人伫个，清源社的人绝对唔敢反抗。恭喜师傅，一切进行了真顺利。今晚清源社甲接手起来，我就是甘马兰的这个霸主。师傅，你先万请欢喜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师傅，阿辉就要娶甘马兰族的富白公主。真是这款代志，啊，你哪会知影？阿辉今仔来找香兰小姐，亲嘴甲小姐讲。可惜伊袂当替我做代志。师傅，若是阿辉甲甘马兰族结亲情，那安尼规下里使就拢是伊的。连阿辉的头壳，搁加上甘马兰族的力量，以我咧，因真紧就会变成咱军义演上大的对手。嘛有可能变成咱上大的敌人。这就是我烦恼的。咱才除掉一个清源社尔，要找一个对手出来。师傅，咱要用这件代志发生，也若无对咱军演威胁太大。好啊啦，小姐破病，是我最严重的呢。当然啦。哎呦，安那才收啦，阿莲。建议请大夫来。永兰，这个戆查某囡仔，永兰，你精神好。永兰啊，你这是何命苦呢？你哪当为着一个查甫人去跳海啦？要那阿爹是变怎？阿爹。我到底是倒位无好？为什么阿辉甘愿娶一个富爸，娶一个好爸母，伊都不爱娶我？为什么？伊为什么爱丢我？你无好啦，那是阿辉无眼光啦。甘马兰足一个查甫人，凭个条件搁较好咧。偌一人咧贪论咱这门亲事呢？我唔讲阿辉。好啊，莫搁讲啊，休困啦吼，休困。好。杨兰小姐，啉茶。这阿辉哦。为着要得到甘马兰势力，甘愿牺牲你对的感情，这种小人啊，无值得你对遮尔好啦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这阿辉哦，为着要得到甘马兰势力。甘愿牺牲你对的感情，这种小人啊，无值得你对遮尔好啦。阿辉不是小人，伊不是小人，不是小人。阿兰啊，阿香兰心情无好，你莫见怪啦，吼。香兰啊，人阿兰咧替你讲话，你哪会对人安尼啦？我唔管啦。除了我以外，谁人拢袂讲阿辉是歹人。你也真害呢你。师傅，香兰即马心情无好，需要人安慰。我希望你会当帮助伊度过一段时间。我真愿意效劳，是惊香兰小姐伊无需要我。你是讲拄则迄件代志哦？查某囡仔人拢较任性。我希望你若对你失礼的所在，你莫甲伊见怪。
但是会当向咱小姐莫生气，就算我会破1000遍、10000遍的水，我嘛袂甲伊计较。阿兰，我确实无看唔着人。李家书人来信任，我相信香兰一定会对你有好感。大夫，阿辉的代志，你有先拍算？阿辉既然甲袂当来耽误我生活边做代志，我也袂当互伊来威胁了我昆丽燕。阿兰，你有啥物想法？唯一的办法，就是阿辉甲感觉难做的人，无法度去亲近。既然安尼，你早就看法伫啊，你讲看卖。阿林总管，你找我？你坐啦。水莲这句讲好无？伊真好啊，就是一直咧念讲，你拢无去看伊。我较无闲啦，无时间去看伊。阿冠啊，水莲这几工伫厝诶，你还好啊对待。知啦，知啦。虽然即摆是你的人呢，我甲伊当作是公主共款咧伺候伊了。啊，毋过你着知影讲，我厝的家境，伊来无祖产，二来我嘛无头路啊。虽然对我难免是爱吃苦啦。来，这你摕去用。多谢多谢，阿林总管，你不愧为军医院的总管，出手就是无共款。阿冠啊，这是10两，这嘛是要互你的。想讲有一件代志你要先去做，代志若是做煞，这才是你的。什么代志？你别动！创啥？你有看到你所错？你是党辉？怎样？你交出来！站！真歹势，阿万吼，早起要出门的时阵才甲我讲，你昨暗就来啊。啊，我甲叫一个人，伊实在是种毋捌代志的。你莫怪伊啦，是我叫伊莫甲你叫。是讲，为了姐啊，蔡社主的代志，我拢知影。大孙兄是老社主的孤囝，为着老社主，我绝对袂遮尔简单就放弃。好啊，这个代志，互我一个来操心就好。阿辉，啊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是无？我是为着向兰的代志。向兰是安怎？安尼姐啊，我要娶某。要娶某？哦，要娶向兰是无？安尼足好的啊，恭喜你哦！毋是啦，我毋是要娶向兰啦，我是要娶甘仔兰人的虎爸公主啦。虎爸公主？我就是为着这件代志来找向兰，想知影伊起一个想要跳海自尽，向兰跳海，啊又安怎无？已经无代志啊。阿辉，你敢知你即摆咧创啥？你谁会想到讲要去娶一个环保啊？啊，但伊甲向兰变来比，搁再讲人向兰对你用情是用足深的呢，你安尼做要哪对得起伊啦？我安尼姐，我还苦中啦，我对迄个虎爸公主有一个责任伫个。责任？敢讲你对向兰就无责任心？向兰为着你，伊无顾家己性命危险，伊安尼走去甲番社，想袂到你所创娶迄个番社公主做某，你安尼做要哪对得起？无怪伊气到要去跳海。婉姐，你听我讲啦，代志是安尼啦。大囡仔，大囡仔，副院长，请问一下吼，啊你带恁哪一人来甲我唱完声围起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啊？你去叫蔡社主出来！啊，大囡仔，阮社主即摆无闲啦，啊若有啥物代志甲我讲，我甲伊转达共款意思啦。大胆！你敢袂当代表青湾社？报告大人，
我虽然袂当代表青湾社，啊，毋过吼，也毋过啥啦。既然也无当代表青湾社，就莫讲遮尔济。你若得罪了同化大人，你敢担当会起？啊。大孙仔，对出现这件代志就看出，你的心也是活，你还阁有求你，你还阁会用回头的，大孙仔。大孙啊，大孙啊，代志大条，代志大条啊啦！兰啊，我毋是讲这嘛是我结婚的时间，就算天亮，嘛莫甲我讲。大孙啊，这摆真天要日落啊啦，行啦，紧的啦，行啦，紧，行啊，散，行啦，我很寒啦。大孙啊，行啦，莫散啦，莫散。头发来入来哦，啥物好甲你吹来？无你那济，我袂用吼。大孙啊，你遐清醒好无啦？伊是要来接受咱青湾社呢？你讲啥？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大孙啊，你遐清醒好无啦？伊是要来接受咱青湾社呢？你讲啥？伊要来接受咱青湾社。笑亏啊！你凭啥要接受我青湾社？凭什么？凭这张量度书啦！啊，你顶面写甲清清楚楚伫，将恁青湾社所有的产业量度阮昆义燕。莫管生笑啊啦！我啥物时阵去写量度书？你哦，贵人多忘事啦！前几工咧醉花楼的时阵，这是你签的呢，敢讲你叫袂记？醉花楼，我伫醉花楼所签的是水莲的属性契约书呢，毋是啥物量度书呢。哦，你毋好当作我食甲饱，嘛要甲我骗。我也甲你骗了。阿兰，你讲话听。是。蔡社主啊，你替水莲属性的时阵，有顺啊签这张量度书，水花楼的祝意会当做证。你莫当我白讲，我都无咧起笑讲无大无地签量度书。啊！你规工倒来食鸦片，家钱拢不去分管，这件代志大家拢知影。你为着要食鸦片，你什么代志做袂出来？甲你讲我无签就无签啦，迄条量度书是假的啦。假？迄量度书写甲清清楚楚，你若我是你摕看卖啊？袂用你啦。为什么？这量度书甲一张尔，万一若叫伊拆破，咱就无证无。哦，对吼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蔡社主，我就知讲你一定会反悔，所以我才请通化大人来做公证。通化大人，麻烦你替阮做证一哎，大孙啊，这是无啦，迄毋是我签的啦，讲无就无啦。我要紧啦，你亲手签的量度书都要照契约行，啊？我什么话通讲？大人啊，我无签，迄毋是我签的啦，来好我。你创啥？打对大人无礼！大孙啊，你是谁啦？我无签啊，我无签啊！青湾社所有的人听咧，蔡社主已经将青湾社所有的产业量度给群义燕。为今仔日开始，群义燕接受青湾社所有的一切，大家袂用反对。假使若有人违背，依法论处。各位主，我已经替你见证，接手的代志，就交你双方来处理。多谢大人。我，大人，我不好，大吉啦，我不好。大吉啦，什么？大吉啦，你调查清楚啦，大吉。
阿南，这就交给你啊。是，师傅。阿旺啊，把千湾社所有人拢叫来，我有代志要宣布。是。大家听好，对今仔开始就无千湾社，千湾社所有产业拢归阮军医院管。你若想要留伫军医院，就继续留落来。若是你有较好的所在要去，阮连主嘛袂勉强。唔干那安尼尔啦，阮连主哦，所有人真慈悲，会发一点仔安家费予恁啦。即马愿意留伫军医院的，就留落来；无愿意的，请走。恁拢愿意留伫军医院，真好。阮连主有讲过，恁的工钱阮袂甲恁减，千元社互恁偌济，阮就互恁偌济。也毋过有一个条件，对今仔开始，爱甲千元社放酷袂记，爱对军医院尽忠。若是有人背骨，我一定用正当的严规来处罚。听到无？是。恁落去。是。师傅，我安尼做你有满意？满意满意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柯台长，我甲你拼啊！你吹死啊你！快点，小长，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你小心，小心！大水啊，大水啊，你要紧，大水啊！我对不起全家你的祖先，阿爹，我来啊！大水啊，大水啊，卖你啦，大水啊！哎，连脚头自晒摘掉都无，可怜呐！是毋是爱阁先哈两嘴啊，才有开来当好卡咧？哈！阮大水啊已经变安尼啊，敢对我讲啊歹命哦！阿王、阿坤，像这款要自杀就无气力的人，你何必着讲话讲啊歹听咧？啊？三公我无气力好自杀。大水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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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好咧，是唔好咧，大水啊！带囡仔，虽然你即马啥物拢无啦，也毋过佮较安怎讲，你过去嘛是一个一家之主，应该有一点仔骨气。啊，你即马伫遮要死要活，这是算啥？这个听哦，已经是阮军医院的个，他有可能互你死伫遮。你若要死哦，就找一个所在死死啦。你大水啊！阿某啊，我妈把他请落来。你说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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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啊！好啊！你要对死人不可，死者带进来，你好好听。来，唔通带，分拨互你做底，安尼较在，吼。你小虎，你小小鬼，你小小鬼啦！你小小鬼啊！你小小鬼啦！带囡仔，公妈牌啊，甲分盘即马拢交互你啊。你是毋是会当走啊？千元社，阮拄仔较接受你，阁有真侪代志要处理，我真无闲。阿某啊，甲请出去。是，唔免，我甲你行。大水啊！大水！你即马无所在，人好去。我看，暂时来我大一站。啊，你头壳顾一空，嘛爱抹药啊，好无？大水啊！我咧甲你讲话，你收听无？
你若来我遐大，阮只要看到你，嘛是会足欢喜啊！大叔兄，你莫安尼好无啦？较早你照顾我，即摆换我照顾你，这嘛是应该啊！大叔兄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较早你照顾我，即摆换我照顾你，这嘛是应该啊！大叔兄，大叔兄，妈啦，听我啦我，听我啦我，大叔兄，到这个时阵啊，你还搁咧上分，大叔兄。若无分，我就无开力，若无开力。我连姑妈爸都帮袂赢，我替你帮，我替你帮，我替你帮。我若连姑妈爸都有人替我帮，我敢算怎甲会惊啊顺手？你若无分，你想我甲你帮？大叔兄，大叔兄，大叔兄，姐啊，姐啊，姐啊！是安怎？啊，你来找我来喘鼻涕啦？安怎？曼啊，你透早就讲你要去清源社，是发生什么代志是无？是安怎？清源社，清源社，你敢要关心清源社哟？啊，今日开始已经无清源社啦。你是咧讲啥啦？我讲清源社已经倒啊，清源社伫这个世间已经消失去啊。你是咧笑啥啦？清源社又归医院接手去啊。大孙仔又负台中赶出，会让你听清楚无？爸啦，你后面讲啥？我咧讲是你后面讲，大孙仔互你糊涂，方便你签两道书，即摆规间清源社拢变做军医院的啊，你知影无？哪会安尼？都怪你，这完全拢爱怪你啦！你若莫离开清源社，就袂发生这款的代志。你若无离开，大孙仔嘛袂失志，嘛袂染着毒。你若无离开，大孙仔嘛袂用设计，清源社嘛袂倒啊！这拢是你唔对，这完全上是你造成的啦！莫搁讲啊！莫搁讲啊！你叫我莫讲，我就莫讲哦。我偏偏啊要讲，我今日一定要甲全部对你部门的所在拢讲出来啦。无唔对啦，是我家己无正直，我家己无路用。我宁愿无交我饭桶，啊！不过我对清源社忠心。啊你咧？你搞？你有本事？有本事是我会当安全？啊！你半路放的，我来出你走。是你对不起大叔呀？是你对不起清源社，你竟然对不起老沙子啦！我会听，我无会听。即嘛真已经换主人啊！过去遐水的温暖甲我扫掉，知无？是。大孙啊，大孙，啊，这个变怎处理啊？先放落来。哈哈哈！啊，这位敢唔是高月娘？哈哈哈！安怎？你是要恭喜阮贵院接受清源社是？
真歹势啦！你来了伤早，阮都拢还袂穿好咧。啊，无等阮若准备好势，我再叫人送帖啊，去请伊来留咧一个啊。把青湾乡这个泡茶摕去放火烧。是。麦克，我甲你回心的，我甲你回心的啦，姊啊。阿妈，我离开千万乡，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感情的因素而起我。我是希望大孙也会当独立，我真是想袂到代志会变安。我知影，拄则我有较冲动，甲你大声声叫，你毋通放在心肝内咧。对啦，大孙爷咧，大孙爷的人咧，我嘛唔知影，我拢赶出来了。我要带大孙仔转来咱厝，啊，不过伊死都唔肯，我看是无面人见你啦。若是安尼，你唔着爱甲伊对付掉，你要人个放伊一个？有啦，我后尾甲对啊，啊，不过伊直甲我看，讲我若无份就莫插的啊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你唔着爱甲伊对付掉，你要人个放伊一个？有啦，我后尾甲对啊，啊，不过伊直甲我看，讲我若无份就莫插的啊。一定我爱找到大孙爷，万不伊大孙爷若发生什么代志，我就请小爷对不起老社主。我甲你当面仔找，你那边，我往这边来。好。大爷，啊，这做互你真辛苦，这小可意思，请你收起来。原主啊，你哪着这么客气啊？这是应该啦。若无大人你出面，阮要接受清源社，可能无通这么顺势。客禀大人，衙门外口来一群人，结果告状。威武！你是有啥物冤屈？要告什么人？大人啊，我要告陈辉啦。陈辉是安怎？我要告陈辉伊手脚。陈辉，抓起来！大爷，我是犯什么罪？想哪要抓我？有人告你抢劫。抢劫？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